10月到过顶年2月，就是掠麻鱼仔的时间。进前麻鱼仔一尾收的价少超过120块。宜兰乌石港到渔船仔为了要大船入港，顶礼拜六尾仔直接伫咧渔港内底违法放网仔落去掠。海巡人员发觉了后，直接爬去咧船顶来掠人，依照违反渔港法，送互宜兰县县政府来处罚。渔船啊，趁这个暗时啊，暗疏疏安尼浮一个沉一个，甲看渔船房顶的这个火是安尼光莹莹，甲看船身的坦平边啊，当咧落渔网。不过这是宜兰乌石港区的范围内，安尼已经是算触法啦。渔民等伫咧岸边，还都爱见这落遮尔啊热岛的东北季风，滚架起来海涌，遮尔啊劳心苦钱，就是为着要来护这个乌条坑内的麻仔。这个麻仔是安尼幼熟熟，亲像头毛丝同款。今年的数量比旧年差真济，一尾价少差不多是120块至125块，就是要来上准这落那亲像白金价值同款的麻仔。伫咧23个暗时啊8点外，就有渔船啊为着要来生护麻仔，伫咧渔港的范围内违法来落网啊！这已经违反渔港法第18条，渔港区域内袂使采捕也是养殖水产动植物。若无上悬会当罚到新台币15万。即马敢掠敢若无遐济啊吼。少的关系啦。少关系。即你讲一工安尼上价大概差不多几尾啊？这较无啦，港尾较无啦。本所后经安检发现，该船上有捕捞渔获鳗苗数10尾，后续由第一岸巡队队部依渔港法第18条进行函送主管机关进行拆除作业。海巡人员发现到了后，紧甲录影存证，煞尾过来甲掠，即摆已经照违反渔港法，甲送主管机关来甲裁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